真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我和尚文芳也拍过婚纱照，她也曾为了我穿上白色的婚纱，就这样站在这儿，对着我，甜甜的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，或许是我生命中最幸福、最美妙的时刻。因为在遇到他之前，我生活的色彩是单一的。我是那么爱他，那么爱，可他还是消失了。就在他即将成为我新娘的前一个晚上，他消失了。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给了我希望，又让我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。你告诉我，我会不会很恨他？你很像他，你的眼神、表情、气息，还有你身上的味道，和他简直一模一样。在无数个夜里，我都梦到过这样的情景：你背对着我站着，任凭我再大声地叫你的名字，你都不转过来。从来没看清你的脸，但今天，你别这样。而且还看得很清楚。文芳。文芳，就让我这样抱你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因为过了今天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只想告诉你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心里还有你，我早就放弃了。我一直在等你，等了8年。我先回去了。啊。哎，你怎么没换衣服呀？哦，那个礼服尺码不太合适，他们拿去仓库换了，得等会儿。行。哟，这小脸细皮嫩肉，结婚就是不一样啊！不是你们俩这迟到的有点多吧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怪我呀，他磨叽2钟头呢。做你的伴郎不得弄得帅一点吗？小姐，您的婚纱到了，请您去试一下吧。好。您2位是先换衣服还是先化妆呢？化妆。换衣服。您稍坐，先生，您跟我来。换衣服。哎。要结婚了，心情怎么样啊？还能怎么样啊？激动、忐忑不安呗。这结了婚以后，就是男人了，没事儿别老瞎拼，好好挣钱，照顾老婆孩子。
还有就是别随随便便对别的女孩好，万一人家多想当真了，讹上你。我告诉你，像我这种善解人意又洒脱的姑娘还是少数啊。岂止是少数啊，简直就是绝版。哎，你想好自己未来的规划了吗？你可承担着振兴家族的重任呢。我还指着你以后发达了，多提拔提拔我呢，别到时候煤老板翻脸不认人。你对我的恩，我一直记着呢。无家可归的时候，让少宇收留我；感冒生病，给我送粥，虽然是买的；陪我找工作，陪我做旋转木马，还去医院看我。你看你又把这事儿弄得伤感了啊！咱今天是来拍照片的，怎么弄得跟父亲要嫁女儿似的呢？你能记住我的好，这就够了。我也希望你以后能够忘记我的好。我那天看到一段话，春树的，想把它送给你。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，不准情绪化，不准偷偷想念，不准回头看，去过你自己另外的生活。你要听话，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一片海里。记住了。不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连吭都不吭一声，这俩人就跑了呢？我刚看见他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有些话我现在说不太合适，显得我特有目的，但我不说吧，又觉得对你不好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我看他俩抱一块了。看清楚了吗？依然看着我，就把少宇推开，自己跑了。少宇找了个借口，也跑了。行，看来他们俩是按耐不住了。你这反应不对吧？你一点都不惊讶、不愤怒、不悲伤。现在按情节走，你不是应该一拳捶在墙上，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抱着我哭吗？是，我也奇怪了，我怎么会有这反应呢？可能是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吧。这一切都在你意想之中。先生您好，您现在可以拍摄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们今天不拍了。哦，好的，没关系。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怎么了？你看这个预约金也交了一半了，不拍也退不回来，多浪费，还拍吧。跟谁拍啊？他都走了。你？啊，你别多想，咱们不是拍结婚照，咱们拍的是闺蜜照。我从小就想当新娘拍婚纱照，一直没实现，就当满足满足我。咱们可以拍摄风格轻松活泼一些，而且我保证，绝对不将照片恶意散播，然后你未来老婆也绝对不会看到。不是我跟你拍这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呀？你这thân行头2小时吧弄了，你钱也花了，什么都不弄，这才叫不合适吧？走了。
跟我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，那个夏阳没在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哎，对了，这是5万块钱，我刚从银行取的，你先给你们老板交个定金。这是你存下的钱，我不能拿。这不是我存的，我的折子在我妈那儿呢，我拿不出来，要不我早拿来了。这是我赚的，你放心吧。你哪里一下子赚了这么多？